观众朋友，敢有看过台文写的食谱？有台语媒体人用台文出版市面上头一本台语文食谱。伊讲，这除了是咧悼念伊的家乡南投的好滋味，也是咧希望大家通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捌台语文。好，所以咱即阵咧先把这个硬菜切切的，吼。甲规杯硬菜摕出来，切做几落份。好，咱加胡椒粉，加散一撮。 过来豆油，甲碗公内底牛肉丝生一个，就会当准备来炒菜。好，撒一撮盐。炒好硬到盘仔内底摆入好势，真好食款的沙嗲硬菜牛肉就完成啊！台语媒体人曾伟民出版市面上头一本全台语文写的食谱，用母语来教人煮食。华语书写无法度完全来去做呈现的时阵，台语颠倒会当帮助。咱讲每一个动作，拢无共款。过去有讲即个烫物件嘛，也是杀物件你华语拢是传统，但是你若是烫物件、杀物件，也是迄个入水的这个时间是完全无共款的。曾伟民讲出这本台文食谱，除了是以孝念家乡南投的味，也是希望透过这本册，让大家用更加生活化的方式接触台语文。负责出版的前卫出版社也希望，让大家用母语熟悉节食文化。你连去菜市啊买菜，可能都唔知迄菜叫啥物名，对不？对啊，而且台语嘛有真侪伫即个咱的食食文化内底，台语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表现。曾伟民讲，这本册唔但用台文书写，内底也带读者认捌客家族群、原住民族群的节食，希望透过这款多元族群的展现，让大家趣味熟悉各款族群的料理文化。记者郭北坤、柯明哲、曾准优台北报道。